提示句 ：The drinking glasses you see on cable TV are made of thin glass。你在有線電視上看到的飲用玻璃杯是用薄玻璃做的。文法要點：大多數不可數名詞其實都有指定所表示事物嘅形體或者係份量作為單位嘅，即係話佢哋亦都可以用做可數名詞，但係佢哋所指定嘅單位呢，範圍就好有限。例如當講到玻璃杯嘅時候呢，我哋可以話 a glass, two glasses 咁講，因為玻璃杯呢係 glass 嘅指定形體。喺呢個字之下呢，佢係可數名詞嚟嘅，但純粹指玻璃嘅時候呢， glass 係不可數名詞嚟嘅。喺字典裏邊，通常係以 u 表示 uncountable 不可數的，而以 c 表示 countable 可數的。一、有指定形體嘅不可數名詞 paper 紙、報紙、論文、試卷 cloth 布、抹布、桌布 wood 木、樹林 in the woods 在樹林裏 bamboo 竹、竹材、竹、竹竿 cork 軟木、軟木塞 coral 珊瑚、珊瑚飾物、珊瑚製品 light 光、燈 love 愛、熱愛、愛人喜愛的事物 beauty 美麗、美人 power 權力、強國、大國 comfort 舒適、安慰、令人生活舒適之物、令人安慰的人或事物 protection 保護、防護、保護物、防護物 cancer 癌症、惡性腫瘤。二、有指定份量嘅不可數名詞 absence 缺席、一次缺席 sleep 睡眠、一次睡眠、一覺 fire 火、一堆火、一場火 wind 風、一陣風 cloud 雲、一片雲 sugar 糖、一茶匙嘅糖 stone 石、石材、一塊石頭 brick 磚、一塊磚 hair 密集喺一齊嘅頭髮、零散嘅一根頭髮 access 通道、門路、一條通道、一條門路 childhood 童年時期、一段童年時期 marriage 婚姻、一段婚姻 policy 政策、方針、一項政策 trade 手藝、職業、一門手藝、一份職業 trust 信託、信管、一項託管 reality 現實、一個現實、一件真實存在的事。三、表示事件或各有差別事物嘅不可數名詞 joy 歡欣、喜樂、樂事、樂趣 pleasure 愉快、滿足、樂事、樂趣 concern 擔心、關注、擔心的事、關注的事 death 死亡、死亡事件 design 設計、設計、設計圖、圖樣 fashion 時尚、流行式樣、時尚風格 work 工作、著作、藝術作品。有啲名詞有多過一種指定形體或者份量嘅單位，使用嘅時候就要確保對方可以從上下文或者彼此嘅共識之中明白你所指嘅係邊一種單位。如果唔係嘅話呢，就需要加上修飾語或者係使用明確嘅字嚟到去表示指定嘅單位。例如講到 paper 嘅時候，可以用 newspaper 表示報紙，而用 exam paper 表示試卷嘅。提示句
The drinking glasses you see on cable TV are made of thin glass. 你在有線電視上看到的飲用玻璃杯是用薄玻璃做的。文法要點：大多數不可數名詞其實都有指定所表示事物嘅形體或者係份量作為單位嘅，即係話佢哋亦都可以用做可數名詞，但係佢哋所指定嘅單位呢，範圍就好有限。例如，當講到玻璃杯嘅時候呢，我哋可以話 a glass, two glasses 咁講，因為玻璃杯呢係 glass 嘅指定形體。喺呢個字之下呢，佢係可數名詞嚟嘅，但純粹指玻璃嘅時候呢 glass 係不可數名詞嚟嘅。喺字典裏邊，通常係以 U 表示 uncountable 不可數的，而以 C 表示 countable 可數的。一、有指定形體嘅不可數名詞 ：paper 紙、報紙、論文、試卷 ；cloth 布、抹布、桌布 ；wood 木、樹林 ；in the woods 在樹林裏 ；bamboo 竹、竹材、竹、竹竿 ；cork 軟木、軟木塞 ；coral 珊瑚、珊瑚飾物 ；light 光、燈 ；love 愛、熱愛、愛人、喜愛的事物 ；power 權力、強國、大國 ；comfort 舒適、安慰、令人生活舒適之物、令人安慰的人或事物 ；protection 保護、防護、保護物、防護物 ；cancer 癌症、惡性腫瘤。二、有指定份量嘅不可數名詞 absence 缺席、一次缺席 sleep 睡眠、一次睡眠、一覺 fire 火、一堆火、一場火 wind 風、一陣風 cloud 雲、一片雲 sugar 糖、一茶匙嘅糖 stone 石、石材、一塊石頭 brick 磚、一塊磚 hair 密集喺一齊嘅頭髮、零散嘅一根頭髮 access 通道、門路、一條通道、一條門路 childhood 童年時期、一段童年時期 marriage 婚姻、一段婚姻 policy 政策、方針、一項政策 trade 手藝、職業、一門手藝、一份職業 trust 信託、信管、一項託管 reality 現實、一個現實、一件真實存在的事。三、表示事件或各有差別事物嘅不可數名詞 joy 歡欣、喜樂、樂事、樂趣 pleasure 愉快、滿足、樂事、樂趣 concern 擔心、關注、擔心的事、關注的事 death 死亡、死亡事件 design 設計、設計、設計圖、圖樣 fashion 時尚、流行式樣 work 工作、著作、藝術作品。有啲名詞有多過一種指定形體或者份量嘅單位，使用嘅時候就要確保對方可以從上下文或者彼此嘅共識之中明白你所指嘅係邊一種單位。如果唔係嘅話呢，就需要加上修飾語或者係使用明確嘅字嚟到去表示指定嘅單位。例如講到 paper 嘅時候，可以用 newspaper 表示報紙，而用 exam paper 表示試卷嘅。提示句 The drinking glasses you see on cable TV are made of thin glass. 你在有線電視上看到的飲用玻璃杯是用薄玻璃做的。
文法要點。大多數不可數名詞其實都有指定所表示事物嘅形體或者係份量作為單位嘅，即係話佢哋亦都可以用做可數名詞，但係佢哋所指定嘅單位呢，範圍就好有限。例如，當講到玻璃杯嘅時候呢，我哋可以話 a glass, two glasses 咁講，因為玻璃杯呢係 glass 嘅指定形體。喺呢個字之下呢，佢係可數名詞嚟嘅，但純粹指玻璃嘅時候呢， glass 係不可數名詞嚟嘅。喺字典裏邊，通常係以 U 表示 uncountable 不可數的，而以 C 表示 countable 可數的。一、有指定形體嘅不可數名詞 ：paper 紙、報紙、論文、試卷；cloth 布、抹布、桌布；wood 木、樹林 in the woods 在樹林裏；bamboo 竹、竹材、竹、竹竿；cork 軟木、軟木塞；coral 珊瑚、珊瑚飾物；light 光、燈；love 愛、熱愛、愛人、喜愛的事物；power 權力、強國；comfort 舒適、安慰、令人生活舒適之物；protection 保護、防護、保護物；cancer 癌症、惡性腫瘤；fire 火、一堆火、一場火；wind 風、一陣風；cloud 雲、一片雲；sugar 糖、一茶匙嘅糖；stone 石、石材、一塊石頭；brick 磚、一塊磚；hair 密集喺一齊嘅頭髮、零散嘅一根頭髮；access 通道、門路、一條通道；childhood 童年時期、一段童年時期；marriage 婚姻、一段婚姻；policy 政策、方針、一項政策；trade 手藝、職業、一門手藝。三、表示事件或各有差別事物嘅不可數名詞 pleasure 愉快、滿足；樂事、樂趣 concern 擔心、關注、擔心的事 death 死亡、死亡事件；design 設計、設計、設計圖、圖樣；fashion 時尚、流行式樣；work 工作、著作、藝術作品。